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全方位奇才获美方肯定。关于第30多节羌佛佛号的说明。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全方位奇才获美方肯定。中华民国89年3月10日星期五，青年日报。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全方位奇才获美方肯定。记者曾震怒桃园报道，被誉为全方位成就大师的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荣获美国加州州政府与旧金山市政府颁定3月8日为意云高大师日。此一殊荣在美国社会是史无前例，堪称为华人之光。消息传抵桃园，大师的弟子们极为兴奋，认为是实至名归。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年轻时在大陆参研密乘佛法，证得正境颇为高深，在书法、绘画、医术等方面也有殊胜成就。1995年荣获48国代表组成的世界诗人文化大会颁赠元首级特级国际大师证书，表彰他的全方位成就以及对世界人类所做的伟大贡献。大陆官方也为他修建列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大师馆，向他致最崇高的敬意。他的弟子们表示，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是近代颇负盛名的大学者、艺术家，无论是工笔、写意的山水、花卉、人物、鸟兽绘画，其造诣已达登峰造极境界。在佛学与佛法方面，更是境界殊胜高超。其精心研发的碧玉春、霸王春绿茶也被评为茶中极品。在医术方面，也相当高明精湛，可说是一位全方位的奇才。意云高大师 H 第30多节羌佛，曾以杰出书画家的身份来台举办展览，备受一坛的肯定。